好開心，仲有70米。我推緊車，唔想 miss 咗呢100嘅紀錄啊！所以而家推緊車，好開心啊！仲有50米、40米、30米、20米、10米。哇！100啦，好開心啊！100啦，好，再推多少少，推多10米。我幫你影一個。哇！真係人生一個歷史時刻。唉，點解呢100 keep 咁耐嘅，都唔跳嘅？係咪喺樹底收唔到 GPS 咧？真係唔跳嘅，100唔識跳咩？唔係咪啊？我真係唔識跳啊！點乜啊？跳㗎。唔係100之後唔識跳咯。誒，去多10米啦。好啦，完成啦。好，停一停低，完成先 ，cap 清楚先。真係完成啦！不過我仲去食飯。好，下次有第2個100米，拜拜。